清华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针对全台湾的房价，利用大数据、AI 机器人等等的技术来公布着房价指标。讲过去一年来，全国的房价起上最是南投县，那6都起上最是台南，过来是高雄。清华大学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头一次公布厝价指数，即时数据，嘛正做看厝的新趋势。能够让大家能够对市场比较做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。那大家在做买卖的时候，或是银行在做授信的时候，能够比较一个精准来做一个判断，这样子。过去一档全国房价指数，起的幅度上悬是南投县，学者分析日月潭周边的观光财吸引投资客。另外，6都当中台南起第一，年变动率是达到8.58%，高雄是5.92%，是排第2名。土地的成本跟营造的成本，在台南跟高雄这2个县市，基本上在过去这2-3年当中，它是一个大幅的攀升，应该至少有20到30%的一个增加了。所以它在整个成本增加的前提之下，所以会反映到它的一个整个房市的一个房价。世界登录加上厝价资讯，透过大数据、计量模型、建地等金融科技，结合 AI 机器学习加 GPS 定位，分析数据更加准确，也更加全面，互看厝的人有加一个参考的数据。